每日持有超過10億人使用 WhatsApp， 但 Candy 你知唔知道每3秒就有一個人遭遇詐騙？今日要介紹嘅一學就識 WhatsApp 防詐騙全攻略，正係教你用最簡單嘅方法避開呢啲陷阱。隨住香港樂齡人口增長同埋科技快速發展，如何幫助樂齡人士適應科技社會成為咗重要嘅課題。然而，科技詐騙日益猖獗，佢哋容易成為目標。同時，不同世代嘅觀念差異以及缺乏溝通，又進一步加深咗隔閡。正因如此，我哋希望向樂齡人士傳授實用嘅科技知識，幫助佢哋融入智能社會，同時亦都減低受騙嘅風險。首先，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度有一個嚟自外國嘅電話號碼？咦 Cookie， 我都有試過收到嚟自外國嘅信息，但係又唔係我識嘅外國朋友，咁樣會唔會呃人㗎？你講得冇錯，如果收到呢類信息，第一時間就要留意發送來源，尤其係見到外國嘅電話號碼，例如+44、+62，但內容卻聲稱係香港嘅本地活動，咁就極有可能係詐騙。其實我哋日常生活中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詐騙方式，不如就等我嚟話俾大家知啦。Candy， 你有冇留意到 sharing 串錯字？咦，係喎，咁所以咧，我唔係好明喎又。咁就等我話你知啦。串錯字詐騙係一種常見嘅網絡詐騙手法，詐騙者故意喺網址、電子郵件或者信息中串錯字，誘騙用戶提供個人信息。咦 Cookie 啊，我曾經試過收到嗰啲恭喜中獎、點擊連結領取嗰類型嘅信息，呢啲係咪詐騙嚟㗎？呢類型信息其實就係典型嘅詐騙手段，俗稱釣魚詐騙。呢類型嘅騙局通常會利用貪小便宜嘅心理，誘導受害者點擊惡意連結。騙徒亦都會喺呢個時候要求你提供你嘅個人資訊，例如你嘅信用卡或者銀行卡嘅號碼、你嘅出生日期同埋密碼等等。有時候騙徒仲會同你講話，而家 WhatsApp 賬號出現咗問題，必須要俾錢先可以繼續使用 WhatsApp。遇到以上類型嘅信息，記得要打醒12分精神，千祈唔好相信騙徒所講嘅嘢啊！咁多騙局真係防不勝防啊！不過其實只要記住幾個保護自己嘅方法，就唔會咁容易中招㗎啦。如果我哋懷疑自己遭遇咗騙子，其實我哋可以首先停一停，諗一諗，而有冇以下嘅行為出現，例如對方係咪使用咗未知嘅號碼，有冇不斷催促你等等。第二，我哋應該即刻停止對話，或者唔應該再回覆該用戶，同埋記得千祈唔好同任何人分享我哋嘅個人或者財務資訊。第三，我哋應該即刻封鎖並舉報該用戶，以阻止佢哋繼續聯絡我哋，並且向 WhatsApp 舉報佢哋。第四，我哋應該更新私隱同埋安全設定，控制邊個可以見到我哋嘅個人資料同埋聯絡我哋。同時，我哋亦都應該啟用雙重認證，以進一步保護帳戶。接下落嚟就我嚟介紹下應該點樣去妥善設置嘅私隱設定啦。首先點擊設定，之後點擊私隱，然之後點擊我哋想要變更嘅私隱設定，之後點擊所有人、我的聯絡人、我的聯絡人除了或者沒有人。而家就等我嚟話俾大家聽點樣去設置一個雙重認證啦。首先，我哋要開啟 WhatsApp 設定，之後點按帳戶，之後再點擊雙重認證，最後開啟或設定PIN，然之後再輸入自選嘅6位數字編碼，然後確認。提供可用嘅電郵地址。而如果你唔想新增電郵地址嘅話，就請點按略過。我哋建議你新增電郵地址，而方便設置雙重認證，並協助保障你嘅帳戶安全。然後點擊下一步，最後確認電郵地址，然之後點擊儲存或者完成。哇！呢次嘅防詐騙攻略係咪好簡單呢？相信熒幕前嘅你一定聽得明。雖然簡單，但係都要有提防心㗎。畢竟騙徒啲手法真係層出不窮啊！知道啦，我會叫我爺爺嫲嫲小心啲㗎啦。
順便多啲教下佢哋呢啲防騙嘅小技巧。多謝。